第2百个拜拜水灾当中，高雄嘅西那村有1多嘅村民都本来是将 M 贴，无当地嘅救援协会还系打造是去到西那村去技术看可有奇迹出现吗？也劝经过专业训练嘅救援人员，唔惊辛苦，唔惊难嘅进行，都会希望做得为家属情绪分心理，不记得很难安心。 同水源教推注意嘅事項，也權感謝向救難協會嘅水源，準備去到災前最嚴重嘅小拿村。而條嘅採訪團隊，平地救難隊強下出發，歸路嘅是看到快梯嘅路，然團梯嘅橋，嗰那過去都係睇山谷同藍焦焦嘅路。 一下呢，經過彎彎巴巴嘅路嚟到嚟小拿村，唔過呢，一條做地看到嘅係一條嘅畫面正見動定樣，因為所有嘅家業都幾幾變到呼吸馬家咧。以前這個很熱鬧，大家很淳樸的一個地方，很多好朋友都住在這邊。像這種狀況根本就沒辦法去找，沒辦法去找。我們只有往下游，我們救援協會都是往下游去找。 能夠找多少就算多少，好，給家屬一個交代。台南救難隊嘅腳步啟定東定嘅山路，味道就會去到小拿村嘅寨區度，同一條大廈，行到唔驚辛苦，是做得希望用自家嘅力量，為罹難者嘅家屬盡份心力。像西中那邊啊，不能過了連迄個連日哦水若較退時，我嘛是愛過啊。 救難人員就是這樣啦，對啦，不怕苦啦。把這個地方哦，把它建設成一個可以有一個紀念性，讓這些死掉的亡魂，他們能夠在這裡還是聚在一塊，同樣是一個村落。歸路嘅救難隊員未記得關懷，感謝擁堵，好彩嚴重一條命嘅生命。同佢也有關係，自己上家門嘅發言。 見到唔單槍溫暖災民嘅心，咪係勇敢嘅救難英雄。學新聞小報號5月高雄報道。